見識鄙陋，赫赫之功換來了百般羞辱。你將秦國600里土地獻於楚國，大王割你的舌頭已經是便宜你了。600里，张子，此事可當真？當真又如何？600里不過是個數字。我用我的600里換來了秦國和楚國結盟，明明是佔了大便宜。糊塗人永遠都算不清楚這筆賬。你的600里，自然是我的600里。哦，我知道你的600里。那既然如此，你為何不向大王講明呢？我為何要向大王講明啊？大王若是聖明，自然知道我張儀就是掉了腦袋也不會把秦國的土地輕易交給楚國。大王若是糊塗，多說又有何用？你這是拿性命在賭氣。明君賢臣，心有靈犀，盡在不言之間。不和你這瘋子辯了。木心，這是天大的誤會，千萬在這裡等一等我，啊，等等我。月公主，月公主。大姐，我要見大王。大王正在和初离子商议国事。我要見大王，這事與大秦國事有關。大王正在氣頭上，我勸你最好不要趟這渾水。大監放心，我來專門是給大王去煩消氣的。好，請吧。大王，拜見大王。你來有何事？芈月有要事向大王陳情。你若知趣，快給寡人退下。大王還不知芈月來意，便要將芈月趕出殿去。你是來給人說情的？芈月是來給大王賀喜的。何喜可賀？自古明君思賢若渴，諸國逐鹿中原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張儀國士無雙，一人口舌抵過數名驍勇之將，朝中能有他這樣的人才，是大王之大幸，秦國之大幸。張儀骨舌瑤唇，無法無天，擅自將我大秦600里土地贈與楚王，即使寡之，也解不了寡人心頭之恨。大王若為600里煩惱，大可不必。此600里非彼600里，大王誤會了張儀的用心。什麼此600里非彼600里？寡人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今年開春前，大王好像賞過張儀一塊封地。不錯。大王可還記得那塊封地有多大？有多大？臣記得大概是3、5里吧。整整6里。大王大約也不記得那塊封地在何處了。那地就在商於。張儀感激大王恩賜，給他取了個地名叫600。這次出使楚國，張儀用自己這600，骨舌瑤唇說成600里，誘惑楚王棄其連秦。大王看，這張儀是該賞還是該罰？6里啊？600，6里。那楚王若是知道實情，肯定氣得發瘋了。寡人不怕他發瘋，就是怕他不發瘋。他一發瘋就會亂來，他一亂來，就會死得更慘。這張儀太過桀驁不馴，他為何不早早說出實情呢？居然給寡人打啞謎，害得寡人氣血衝頭。寡人定要罰他。那大王打算如何罰他？還要取他的舌頭解恨嗎？木間在。快給寡人傳話，放了張儀，好生安撫。是。寡人過後要重重的賞他。張儀出使楚國，功績赫赫，著於諸伯。寡人賜張儀月俸100斗，10億千戶。謝大王恩典。
哎，大良造，你为何瞪视我张仪呀？明明是你张仪对我目不转睛。我张仪对你目不转睛，是因为我想起来你欠在下一笔赌债還沒還。賭債，小人得志。說得好，我張儀是小人，你大良造是君子。君子出言，駟馬難追呀。張儀，你休要張狂。既然我公孫衍與你有賭約在先，那我今日一定言而有信。不是，大良造，你這是何苦呢？張子，不，別，張子，你這是幹什麼？大王，我公孫衍願賭服輸，不就是想讓我當眾脫光身子爬3圈嗎？好，我今天就爬了。胡鬧！當初一句戲言，卻要當真。朝堂之上，你們是要自己難堪，還是要寡人難堪？回大王，張儀本無此意，實在是大良造多心了。聽到了沒有，公孫衍？張子都已經說過了，不要意氣用事，快把衣服穿好。大良造乃是寡人的大良造，你等都給寡人聽好，誰敢再提賭約之事，寡人定不輕饒。是。蓉兒來信了，張子從楚國帶來的。信上都說什麼了？蓉兒說他很想念我們，日日刻苦讀書，希望有一日能早早與我們團聚。1年不見了，蓉兒懂事多了。姐姐，你這是去哪兒了？看你這一身弄的。我剛才在花園裡與公子撞比劍，我是木頭劍，他是真劍，他佔了我很大便宜。那公子壯是魏少使的獨子，年紀比你還要小一些，你讓他就是了。快進屋，把衣服換了。我們離秦國越來越遠了吧？可不是，再過半日就到了齊國的地界了。公子還想回到秦國？我知道，就是覺得我在那裡還有未了之事。沒關係，我們還會回到秦國。